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有三九。来看5月20礼拜三开出来号码：01、20、21、23、35。内顶一期5月20，掠5粒号码出一粒20顺开。继续来看5月21。但遮提供5粒参考码数，还佫有号码，互大家看卖啊。二尾参考号码02，三尾参考号码13，五尾参考号码15，空尾参考号码20，八尾参考号码28，02、13、15、20、28。以上这5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。感谢收看。